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师父今天借这个机会要讲一个公案，叫做业力可畏啊。业力是非常可怕的。民国初年，有一位财主，在清朝的时候曾当过不小的官，住在上海的租界里面。他有4个姨太太，加上原配夫人，共有5个太太。清朝灭亡之后啊，他就住在这个租界里面，每一天诵经拜佛，并做一些慈善事业，大家都称他是个善人。后来他因为生病过世了，死后几年呢，4姨太太呢，第4个太太因为想念他，就去找一个通灵的人来问，以便能够了解他死后到底投身在何处，过着什么生活。正好当时有一个通灵的法国人，能将已过世者的神识找来，让亡者的神识附在通灵者的身上，以亡者的眷属进行沟通。这个通灵者的收费很高嘞，一次要费用1000块1元，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，一般人是付不起的。这个4姨太太付了钱之后呢，经过3天还没有消息，就去找这个通灵者说：“你是不是在骗我啊？”通灵者说：“我绝对不是骗你，我确实去阴间找了3天，就是找不到。”然后又说：“你们的亲戚朋友当中有没有刚过世的？我可以另外帮你找到，证明我不是骗你，我只收1半的费用就好了。”正好他家的大儿子刚过世不久，他的大媳妇就说：“好，你去帮我找我的先生来。”于是呢，4姨太太又去找通灵的法国人呢。几个小时以后，这个通灵者就被附身，说起话来了，声音确实是他的大儿子，一点都没有错。这4姨太太就问他死后的状况，他都按照事实很详细的说明，然后又问他：“你的父亲到底去哪里了？怎么找不到了呢？”这个孩子就说了：“父亲堕地狱了。”4姨太太听了大吃一惊啊，心中升起了疑问：老爷一生行善积德，又天天拜佛念经，怎么会堕地狱呢？大儿子就说了这一段因果啊，在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北方有灾难了，朝廷就命令父亲去赈灾，可是父亲却私下将赈灾的钱挪用了一大部分，所以产生灾民因得不到赈灾还呢而死掉很多人。后来父亲虽然以心有愧，将吞没的那些钱拿去布施、修桥啊、铺路啊等等，做了许多善事，而且每天也都拜佛诵经，但仍然抵不了先前所造下的罪过，因此死后还是堕入地狱受苦啊！各位，所以一定要明白，这个人世间一点一滴、一丝一毫，都是在因果当中，你所走过的必有痕迹。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建立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：活在世间，因果是非常重要的。万法皆空，但是因果不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了解到，我们要心存善念，心存的清净的念头，这样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都欢喜，对你自己、对别人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。今天将这个公案来告诉大家，业力是非常可怕的，没有办法抵消的，没有办法代替的。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将这个公案来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一起分享。南无阿弥陀佛。